高雄市7月开始甲基丁公园、甲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4个风景区，佮附近的道路，加做是空气品质的维护区。未来出入奥多拜甲柴油大客车、排气拢爱符合规定，若无就会处罚。奥多拜是罚500块，大客车是罚2000块。 游览车驶入来卫武营停车场载人客，准备要去后一个景点，包括卫武营、公山之眼、基丁海华公园、甲红门港文化园区这4个风景区。高雄市环保局宣布，对7月初开始，出售满5年的大客车甲奥多拜来遮的风景区，若是去科技执法查到排气无合格，可能会罚款2000块甲500块。民众普遍拢赞同这个政策，认为有管制才会当有好的改变。即有大无差啦，因为因即马伊用车牌费业。 伊即马科技执法去哩车牌对了，你若有自我管理规就免啦。我们都会按照那个预定的时间去检测，都是很好的措施啊。我觉得很好。高雄市对2022年开始，包括大碧湖、寿山动物园等3个风景区，拢已经列为空气品质维护区。2023年，佫增加高雄港区。环保局表示，这几年的客闸合格率大约有90成。 其实，除了风景区内周边的道路，也会不定期安排客闸，透过科技执法的车牌辨识，大约1分钟就会当查出车辆排气是不是合格。目前已经公告5处的一个空违区，违规率为2% 到10%，那累积开罚数为5600多件。那其中在高雄港空违区的一个违规率，从112年的30%已下降到113年的一个2%。 新增加的4个风景区，即卖科技执法的设备拢已经到货啊。环保局强调，目前会先以宽度为主，对7月初开始才会正式开发。后续也会增加公有资源回收厂甲高雄国际机场为空气品质维护区，车民众爱记得定期验排气，避免受罚。记者柯家族高雄采访报道。